今天师父跟各位结个缘，各位你看，守好自信莫虚伪，别为虚荣追完美，福报流失皆有嘴呀，勤加念佛求忏悔。各位，这有世间法，但是有出世法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的心要实实在在把它守住哦，好好的严加管理啊，不要人家对我讲话，我听了好像很刺耳，马上就要报复他。你一个动作、一个表情、一个眼神，我马上受不了，我一定要跟你对付。各位，把对方当作敌人没有必要。你的自心心要平静哦，要柔软哦，不要虚伪，做假的，做表面的，然后加油添醋的这些动作都没有必要。我们修行的人要坦白，要实在，这个才最重要。别为虚荣追完美，不要为了外在的好看，为了别人的称赞，故意去假装呢，去特别的装饰一下，没有必要。我们不要为了虚荣，想要追求非常的完美一样，没有必要。你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，你有多少才华你就做多少工作。我们别为了这种外在的荣耀来去追求达到我们的目标，没有必要。福报流失皆有嘴啊，我们很多修持，但是为什么它会流失掉呢？都是因为这个嘴巴所造成的。我们修行一定要谨慎，要慎言慎行，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想到什么就讲什么，看到什么就讲什么，太可怕了。你制造里面的是非，制造里面的混乱，让道场不能清净，都是因为这个嘴巴所造成的。所以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。一个团体、一个单位或者一个道场都是一样的，我们话不要太多，我们把这个说话的时间拿来念佛，那多好啊！勤加念佛求忏悔，我们什么东西都放下，一心的念佛，要认真的、勤快的、不懈怠的，好好的念佛，一心求忏悔。我们转世人世间本身就是满身的罪业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习气重不重？很重啊，生气啊，懊恼啊，看不顺眼啊，心不平静啊，每天烦恼不停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习气嘛。对外在太执着了，太贪求了，又傲慢，又怀疑心又很深。你想想看，这是我们的习气。你不赶快求忏悔，怎么了得啊？这些业障什么时候才能化小？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这一章非常重要，世间法还有出世法都能兼顾到，让我们大家共同来勉励。希望我们这一辈子如愿以偿，顺顺利利的，圆圆满满的到了西方。各位好不好啊？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加油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